廣西西線自駕遊2憑祥友誼關洞喇魚灣。第3天，昨日下午我哋遊覽咗酒店附近嘅魚鱗壩，但係嗰陣時遊人好多，拍唔到靚相。今早團友約好清晨6點鐘我哋再去魚鱗壩一次。晨光熹微之際，我哋又步行嚟到啦。我行過步道去到對岸，回頭從相反角度去睇魚鱗壩。團友亦都嚟到對岸影咗合照。大約7點，我哋返去酒店休息咗一陣。8點，我哋到樓下大堂享用酒店嘅早餐。9點半，我哋開車去今日第一個景點憑祥友誼關。沿路上景靚車少，駕駛係一種樂趣。記得舊年去陽朔有條10里畫廊嘅馬路，沿途有美麗嘅山丘，可惜車多人旺。而家行嘅呢條路，我稱佢為20里畫廊，山貌一樣咁靚，但呢條風景線清靜更勝一籌。接近11點，我哋通過憑祥邊境檢查站，之後沿路都見到懸掛住中國旗同埋越南旗。跟住見到長長嘅車龍，都係大貨車。哇，好多貨車排隊過關啊，準備過越南啊！李先生更加認到嗰啲貨車唔係掛中國車牌嘅，個車牌都唔係中國車牌㗎啦。嗰個倒後鏡點樣印出嚟嘅？你睇下呢度好特別，好似美國嗰種喎。好怪啊！好驚，好怪啊！好舊式㗎呢啲咧，好舊式㗎。唔似中國嗰啲，中國冇咁落後嘅。11點15分，我泊好車嚟到遊客中心，裏邊有售票處，睇見正價票係42蚊。呢個時候，李先生嘅車仍然未到，我同老婆就四處逛下，發現有呢一家零領護照簽證嘅旅行社，入去問一問，知道如果揸中國身份證係可以免簽證去越南進行1日遊，但係我只係有內地居住證，就唔可以出境去越南。如果要去，我下次就要帶同香港特區護照啦。之後收到消息，李先生嘅車到咗停車場，然後先至發現佢哋喺800米之外嘅另一個停車場，嗰處係友誼關嘅售票點同埋入口。我決定開車過去同佢哋會合，不料因為走錯路兼塞車，花咗1個鐘頭先至到達。呢個時候已經12點半，我哋決定先喺呢度食簡單午餐。之後我哋買票入場，原來我老婆係港澳居民，係有半票，而我買老人票係免費嘅。進入景區前，見到呢個抗法英雄馮子材像。清朝末年1885年中法戰爭期間，67歲嘅馮子材俾張之洞起用，率軍喺呢度鎮南關，大敗法軍。法國從1884年到1954年統治越南，呢段期間，中國、法國雙方喺邊境設立對信處，呢個係外交、軍事、貿易嘅管理機構。呢座被稱為法式樓，正式名稱係南關對信處，喺1914年興建，係法國工程師設計，中國人建造。我哋登上咗呢座法式樓，參觀佢嘅展覽。呢個友誼關關樓，我哋登上咗關樓。友誼關最早係建於漢代，至今已經有2000幾年歷史，曾經6次改名，最初係叫做雍雞關，到第4次改名，喺
喺明朝嘅時候叫做鎮南關，經歷咗明朝、清朝到到民國，1953年毛主席指示就改為木南關。當時胡志明係作首詩嚟到讚揚呢件事嘅。最後1965年改名為友誼關。2點25分，我哋離開友誼關，開車89公里去今日第2個景點洞拿魚灣。3點05分，我台車嚟到龍舟南服務區加油。3點45分，再喺龍崗服務區停靠。4點45分，到達洞拿魚灣。景區門票正價118蚊，優待票即係60歲以上係60蚊，65歲以上係免費。呢啲係步行遊覽嘅。如果選擇坐遊船，所有人都係160蚊。睇返景區5點半關閉，而家已經係4點45分。我哋商量過，嚟都嚟咗，決定就入園。景區好大，只有坐遊船先至能夠遊多啲地方，所以決定坐船。買票嘅時候先至知道，4月起廣西旅遊廳推出優惠，就係港澳居民5折。於是我哋就買船票，每人80蚊。之後又知道所謂5點半關閉，只係停止入園，入園之後可以玩到6點半。咁我哋就搭上今日最後一班船啦。沿途綠樹環抱，碧波盪漾，令人心曠神怡。我們去到另外一個碼頭。你掉頭之後，你們開。我們有2/3原路1/3是拿到的。原來像這種可以。經過半小時好舒適嘅船程，我哋從另一個碼頭上岸，行過一啲步道同埋棧道，嚟到觀賞呢個美麗嘅瀑布。我錄影緊啊！睇完瀑布，我哋嚟到瀑上墟場。我哋等緊睇日落啊！呢個地方咧叫做，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洞拿魚灣景區。係啦。景區將於18點30分關閉，請各位遊客合理。哎呦，夠鐘要走咯！祝大家旅途愉快。我哋都找緊時間拍照留念。呢個時候，保安人員引領我哋離開，帶我哋去坐拉拉渡。有啲似就是喺大嶼山、大澳嗰啲啊，係啊，環水道啊，係啊。唔使用手咁我用支木咁呢個。
上岸之後，再行一小段路就返到遊客中心離開啦。開車半小時就返到明士田園呢一家明士新田園菜館食晚餐。我哋叫咗6個餸，食味都好好。埋單446蚊。我哋遇到一位好鍾意唱歌嘅服務員，佢嘅歌聲清亮，我哋就邀請佢為我哋高歌一曲助興。好嘢！今日去嘅2個景點都好好，特別係洞拿魚灣，湖光山色令人迷醉，我哋都帶住滿足嘅心情返去酒店休息。多謝各位觀賞，請點讚、訂閱同轉發啦！